今日我想探究下我哋社區中啦永續發展目標相關嘅問題。咁香港嘅能源需求都比較高嘅，咁尤其係呢個氣候炎熱潮濕嘅夏季啦。咁住宅同呢啲商場啊都離唔開空調噶啦。咁因此咧呢個冷卻咧就需要大量嘅能量。咁所以啦，我今日咧就想講下呢個SDGs 嘅第7項經濟實用嘅清潔能源。咁係一種人人都能夠負擔得起同埋可靠同埋可持續嘅現代能源嚟嘅。咁清潔能源都包括好多種啦。咁例如呢個太陽能啦、風能啦、生物質能同埋呢個水能嘅。咁而家我想講下啟德發展區域冷卻系統同埋SDGs 之間嘅關係嘅。咁區域冷卻系統可以集中管理冷卻需求啦，咁顯著咁提高呢個能源使用效率，咁減少呢個冷卻需求嘅能耗，咁亦都減少呢個冷卻成本，咁令呢個居民同埋商業用戶啦可以能夠更輕鬆咁負擔得起嘅。咁再者啦，社區對外部能源供應嘅依賴性減少咯，咁增強咗能源嘅獨立性同埋穩定性，咁確保翻居民能夠獲得可靠嘅冷卻系統。咁更加可以整合呢個可再生能源啦，咁例如呢個太陽能啊、風能啊咁樣，咁降低咗呢個傳統化石燃料嘅依賴，咁促進埋呢個清潔能源嘅使用嘅。咁亦都提供呢個可靠嘅冷卻解決方案，可以確保居民喺炎熱嘅天氣下可以舒適到，咁從而提高呢個生活質量，咁支持翻呢個社區嘅可持續發展。咁亦都透過呢個高效同埋清潔嘅冷卻技術啦，顯著咁樣減少呢個碳排放，咁對抗翻呢個氣候變化，咁支持翻呢個環境保護同埋可持續發展，同呢個 SDGs 7嘅可持續能源利用相符。咁總括而言啦，咁啟德嘅區域冷卻系統可以提供呢個可靠嘅冷卻解決方案，亦都有助於實現更可持續嘅使用，咁確保翻社區內每個人都能夠獲得呢個負擔得起嘅現代能源啦。